各位保護出口商、各位嘉賓，大家好。歡迎各位出席一年一度由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主辦嘅2025環球經濟與香港出口展望研討會。首先，我呢度恭祝大家新年進步，心想事成。咁喺過去嘅一年，香港出口表現啦，亦都穩步復甦。由上年3月開始，連升咗9個月，同2023年1至11月同期嘅比較咧，香港去年首11個月整體嘅出口貨值上升咗9.1%，反映主要出口市場需求回暖，同時可能受到美國大選前後嘅特殊市場嘅氣氛影響，令到部分廠商調整出貨嘅安排。然而，環球嘅經濟同埋政治局勢仍然係變幻莫測，未來嘅減息步伐以及外圍嘅環境亦係有待觀察嘅。即使外圍環境挑戰重重，靈活多變嘅港商一向咧都係以創新求進，勇於迎難而上，無論幾大嘅困境都迎刃而解，展現無限嘅潛力同埋韌性。近年嚟，拓展新興市場，特別係東盟同埋中東地區，已經成為發掘機遇嘅焦點。香港積極爭取加入嘅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係 RCEP， 亦有助港商擴展各地嘅市場。面對呢啲機遇，大家需要留意相關嘅風險，未雨綢繆。喺貿易政策明朗化之前呢，就善用出口信用保險，並加強應收帳款嘅風險管理。信保局一直支持出口業界喺為香港出口商提供全面嘅出口信用保險服務，並協助佢哋拓展商機同埋降低貿易嘅風險。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將信保局最高離償率提高到95%，增加對香港出口商嘅保障，同埋提升佢哋國際貿易嘅競爭力。另外，信保局亦為香港出口商就中國內地、東盟同埋中東買家提供20個額外嘅免費評估服務，為期1年，以鼓勵香港出口商喺該等國家地區發掘更多嘅商機，開拓有潛力嘅市場。與此同時，信保局亦都積極加強對電子商貿領域嘅支援，例如去年首次推出貿易信用保險方案，為香港電商嘅貿易貸款提供保障，支持港商發展跨境電子商貿，抓住電子商貿發展潛力同埋機遇。未來香港信保局會繼續密切留意全球嘅同埋地區經濟嘅趨勢同發展，亦喺充滿挑戰同多變嘅貿易環境下，繼續為香港出口商提供適時嘅支援，支持業界更有效管理信用風險同埋拓展業務嘅。至於今年嘅環球經濟出口展望同埋相關行業嘅表現同分析，我就交俾唔同範疇嘅專家負責講述。亦希望在座各位喺出席研討會後，對今年嘅出口市場前景有更深嘅了解，為2025年制定好最合適嘅發展策略，迎接各項機遇與挑戰。喺呢度，我謹代表香港信用保險局多謝各位嘅蒞臨，特別多謝專程撥冗出席分享經驗嘅嘉賓，同埋一眾友好機構嘅支持。最後，我呢度祝大家2025年蛇來運轉，生意興隆。多謝各位。